感谢圣歌队的学乐。三个来恭听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25章第60到第90节，台语汉语本旧约圣经第772面。以赛亚书第25章第60到第90节，我来读。伫这个山，万军的耶和华要为着万百姓，用好米摆设宴道，用旧酒甲骨髓满满的好米，以及侪清的旧酒摆设宴道。搁伫这个山，伊要除去大万百姓的皮，甲掠砍万国的布防。伊有吞灭死无到永远。主耶和华要拭去众人面内的目屎，搁对普天的除去伊的百姓的见笑。这是耶和华讲的。到迄日，人要讲：看，这是阮的上帝，阮平素听候伊，伊要拯救阮。这是耶和华，阮平素听候伊。阮要因为伊的救恩来欢喜快乐。圣经读到这，这贴要请杜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饼甲杯荣耀。今仔大家平安。来，咱头前后边兄弟姊妹，你大声甲祝福讲：Shalom，上帝祝福你。Shalom，上帝祝福你。Shalom，上帝祝福你。我毋知影讲，咱咧爱看电影无？还是你有咧追剧、看戏剧无？有哟。你感觉一出好的电影、好的戏剧，大概是啥物款？恁感觉咧？一出好的戏剧，一出好的电影，你感觉爱有啥物款的元素伫内面？正常来讲啦。有可能这个戏剧、电影的内容，应该是爱高潮迭起、扣人心弦、精妙绝伦，甚至到后壁咱看到尾的时阵，哇，安那会结束啊？因为咱还阁意犹未尽。一出好的电影是安尼，人的一生有可能嘛是会当安尼。2礼拜前，咱的社区长青乐活班的时阵，我有甲因问讲，有一个人物，恁还阁有印象无？有无？大家对人有印象？有吼，有印象哦。啊，恁的印象是啥物？对伊的印象啥物？讲遐细声，我听无，无要紧来。长青班的咧讲的就是讲哦，这雷根总统长得很帅，缘投，讲话幽默风趣，佫有无？吼，抑佫有哦，啊，佫有哦，佫有哦。对伊印象一项一直讲落来，讲敢若像咱遮长青乐活班的学员吼，甲咧跟作息的，因是好朋友共款。所以有当时啊，一个人也好，一出戏剧也好，有可能会当互咱感觉到，迄个过程、甲伊斗阵，也是有一寡咱过去的故事。咱会有真好的回忆伫个啊，但是甲准是安尼，是安怎？咱甲伊都无熟悉，咱对这个人哪有印象？第一堂个礼拜中间，有一寡少年啊，看到雷根总统的确实有够少年的。但是我相信，咱第2堂礼拜兄弟姊妹应该对伊拢有印象。但是你的印象是对倒来？电视、电影，应该差不多啦吼。报纸，手机，这个手机还佫有咧跟总统的消息，真好。其实我咧问的意思就是咧讲，一个互人有印象真好的人，也是事，也是不也好。其实毋免伊家己宣传，真侪人在帮伊宣传。新闻媒体在帮伊宣传，甚至雷根是代表共和党去选总统的政党会帮伊宣传。
但是咱若讲倒转来讲，咱是一个基督徒的时阵呢，咱是一个基督徒的时阵，咱要安怎宣传？咱要宣传啥？就亲像雷根总统，人会对伊有足好的印象，包括伊做囡仔10岁的时阵，恁有印象？恁10岁的时阵咧创啥无？佚佗，安尼有老师，有人足认真读册的无？还是足拍拼帮厝人做家务事的无？应该拢有啦吼。雷根总统10岁的时阵，甲伊爸母讨讲，伊想要洗礼，伊想要成做一个基督徒。过来10几岁，哎呀，恁10几岁的时阵咧创啥？10几岁有人已经结婚生囝无？10几岁的时阵，咱咧创啥？读册。无毋对，10几岁的雷根总统迄阵嘛是咧读册，但是伊相时嘛伫外口咧打工趁钱，因为伊感觉讲家己的需要，家己的负责。刷落来，伊年纪渐渐大汉，伊有去找一个头路，做真久，做7年。咱有人有印象无？伊少年时阵有一个头路，做7年是做啥物？伊伫游泳池做救生员。所以，家己游泳池做7年的救生员，咱应该就会通知伊的体格真好。不止体格真好，游泳的技巧应嘛非常好。刷落来，伊想着讲，总袂当讲趁着少年一直在遮咧做救生员吧。所以，伊想着一项事，伊煞走去演戏、搬电影，演到尾啊，变做足出名的一个人物。人咧讲演而优则导嘛吼。但是雷根伊演而优则安怎？做总统做总统进前咧，做组长嘛，对。伊先做加州的州长，后来才代表共和党去选调2任的总统。一帆风顺吗？嘛无咧，伊咧做总统的期间，佫受到人暗杀。暗杀了，送去病院急救的时阵，真正雷根总统这款人缘好风趣幽默，连讲已经受到枪伤，送去要开刀啊。伊的本性嘛是无改呢。伊问边仔的医生、护理师，甲伊问讲：恁是毋是共和党的党员？所以我相信雷根总统会互人大家足敬佩。印象足深的，真正是对伊做人做事，互人留落真好的印象啊。所以倒来咱的问题，当咱讲咱是基督徒，当咱讲咱是耶稣的门徒，人看会出来无？人看会出来无？也是讲，你有看到什么物件好食，什么所在好耍，什么餐厅袂歹？你有看到什么册好看？什么电影趣味的，你会有迄款食好斗相报的心理，想要保护家己的亲情、好朋友，知影无？你会安尼做无？若是安尼，倒转来讲，咱是基督徒，咱是主耶稣的门徒，咱会想要互人认捌主耶稣吗？咱会想要介绍人来教会无？咱会引带人来参加咱的团契无？甚至有当时咱嘛无拄一个就邀请人来做礼拜，加入团契。咱的社区有长青乐活班，有手机班，囡仔嘛有幼儿园，咱会倒介绍人来遮加入遮的社区班、幼儿园无？甚至这礼拜六，咱有一个亲子教育讲座。咱会想要邀请人来参加，陪伴人来参加，保护人知，甚至咱会感觉讲，既然有一个教会活动伫遮，你有想要来遮做招待，帮忙其他的事干无？我相信，咱若拢肯安尼做，迄天来到咱中间，甚至是第一遍踏入教会的人，有可能也对于咱的感觉，对咱的教会的感觉，豆豆有机会来认捌主耶稣啊！你今年3月24号，台北市的二滨有一场告别式，迄是咱中间可能有一寡时大人所熟悉的胡长老的一个告别式。当胡欧兰长老的告别式，我相信有可能是因为乌长老伫这个社会上
做人做事，互人感觉足敬佩。所以古早时的一寡同事，伊所教的一寡学生，甚至捌受到伊照顾过的人，拢出席伫即道的告别式内面。通常咱要去参加告别式，除了来思念少年这个过身的亲友以外，有可能咱嘛想到讲，伫遐要互遗族一寡安慰，互遗族一寡鼓励。无拍算，毋知是侯长老伊真正做人做事，互真侪人真少念伊。所以踏入即个告别式场内面呢，有人来就开始流目屎，有人开始伫遐啼哭。其实我伫遐会感觉讲，这真正是一个人咧讲的真情的流露啊。所以看到有人咧流目屎，有人咧啼哭，我的心嘛震动。问题是我后壁所看到的，发生一项事。乌长老的后生看到伊熟悉的人，伊就去甲握手，甲伊搭一个枕头头啊，是乌长老的后生伫遐咧甲因安慰啊。同款，乌长老的查某囝看到伊熟悉的人伫遐咧啼哭流目屎，伊就会甲因揽调的，反倒当是这做查某囝的伫遐咧安慰，伫遐咧鼓励者来参加告别式的亲友啊。咱通相信一项事。咱若真正有迄款足好的朋友，咱的亲人过身，面对迄款的失丧，面对迄款的死亡的时阵，咱的心重担，咱的心毋甘，咱的心艰苦啊。所以伫家族的心内，即款的毋甘，即款的艰苦是一定有的。但是相时，当因伫遐咧安慰、伫遐咧鼓励遐流目屎亲友的时阵，嘛，互我看到，乌长老的亲人的中间，因心中伫迄个时阵。上时也有主耶稣格外荣耀，因伫遐所行所讲的话，也见证出上帝所应允要互咱伫天顶迄款水阁好的家啊！这是一个毋望，这是一个毋望啊！透过告别式内面所传讲上帝的话，透过众人伫遐所唱出福音的诗歌，我相信伫遐有真侪毋是基督徒的亲友，伫迄款的场所，应该会感受到一个温暖。温馨的一个告别式啊！我相信这毋是基督徒的亲友，有可能嘛会当伫遐看到教会正兄弟姊妹，看到遗族，因的表现，互人感觉到有主耶稣真好啊！所以同款，咱会当看去每一遍咱咧做礼拜，每一遍咱参与伫团契无共款的聚会，咱参与伫教会无共款的活动的中间。这拢是一种的媒介，这拢是一种的媒介，互人来到教会时阵，会当领受到信耶稣真好啊。同款，当咱礼拜做结束了，咱达到咱家己的家庭，进入咱家己的职场，去到咱家己的社区的时阵，咱的所行所做所讲的话，嘛咧报互人知，咱的爸上帝，咱的主耶稣是虾米款的模样，虾米款的爸上帝，虾米款的主耶稣啊。所以，咱就是一个媒介，咱就是一个见证，咱就是一个代言人，会通将爸上帝的美好传达予咱四周围的人啊。咱安尼传达，就是将有关生命的事、有关上帝国的事，咱大多所讲的食好斗相报的事，咱嘛咧传达予别人知影。就亲像今仔日经文，你还有印象无？今仔经文咧甲恁讲的是一个大好的消息。这个大好的消息咧，甲咱讲，万军的耶和华，咱的爸上帝为着万百姓用好米摆设宴道，摆设宴道。咱通看去，这毋是一般人所备办的宴席，这是天父上帝亲自为着万国万民所有备的啊。什么是万国？万国包括咱以外的国家，咱讨厌的国家。万民是啥物万民？万民代表是咱所熟悉、咱所无熟悉、咱意爱的人，甚至是咱讨厌的人。因为上帝心意无意爱有人无听去福音，上帝心意是无意爱有人无得到救。我阁讲一遍，上帝心意无意爱有人无听到福音，上帝心意无意爱有人无得到救啊！
但是重点是在伫咱人家己啊，咱人家己爱注意，受到邀请唔通拒绝，唔通洗礼了后无爱来做礼拜，唔通做礼拜听到守圣餐哦，可能过会延迟到时间，啊无即礼拜莫来啊。若是安尼，就可惜啊，安尼就可惜啊。因为主耶稣捌讲过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有关一个新婚的宴席。无彩有才在室女，有才查某囡仔，因受到竞选离啊来负责客油灯。其中有5个态度较认真的，态度较认真的，因就准备假的油，因为因毋知影新郎新娘什么时阵要到，因毋知影其他的人客什么时阵要到，所以因就知影讲爱加准备灯所使用的油啊。但是有2个其他5个查某囡仔，就算做因受到邀请、受到竞选来担任这款的任务，但是因无准备假的油啊，所以当这的灯油烧了后，因就只好四界去找其他的油，无拍算伫这个时阵新郎来啊。所以新郎邀请到迄5个敬请的查某囡仔做伙入去宴席，另外迄5个就关伫外口啊。所以主耶稣称呼迄5个受到邀请、受到差派来遮摕灯油的查某囡仔，结果无伫的。耶稣不止称呼因这5个叫做愚公，耶稣不止称呼因叫做愚公，耶稣甚至讲。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咱受到邀请的，咱唔通无随意，咱唔通无在意啊！咱随时来敬请，因为当主耶稣用饼甲杯来设立圣餐的时阵，是伊主动邀请咱来甲伊三角坐倒。这个甲主动坐倒的宴席，是天父上帝要邀请囡仔属伫伊的囝里的啊！所以，这个圣餐的本质，唔是因为咱有够好；这个圣餐的本质，唔是因为咱做了真好；这个圣餐的本质，是因为天父上帝邀请咱甲主做伙来同坐倒的。所以，当咱看到十字架顶主耶稣的牺牲的时阵，咱唔通只有看到迄款的牺牲，看到迄款的拯救，看到迄款的慈爱，咱嘛爱看到主耶稣对世人中国我迄款的荣耀。若是安尼，一个基督徒不只是着爱看重每一遍咱做伙的守圣餐，每一遍的守圣餐也代表着咱要用领受餐的行动。咱三个伫遮，用领圣餐的行动来回应主耶稣的听。所以，你带咱第70个经文，安尼讲，咱做伙来读一遍。各伫这个山，伊要拄起万百姓的皮，甲亚看万国的布面。当咱读到这段经文，你有啥物感受无？这段经文会当互咱啥物感想无？过去我看到这段经文嘛，是安尼看的，就看过去啊。但是看有这段经文，所以甲咱表达的意思的时阵，咱应该欢喜快乐啊！咱应该欢喜快乐啊！是安怎？咱应该欢喜快乐，因为这个亚看咱的皮，这个歌遮盖我们的东西，遮盖我们的布，遮盖我们的这样子的布棚，是咧亚看，互咱看袂见上帝。也就是讲，当这个皮代表是无知，代表是罪过，代表是死亡，人会因为咱的罪过。会因为咱的无知，咱来离开上帝，互咱看袂见上帝的荣耀啊！所以当达到这段经文咧讲，上帝要帮咱除去这个压榨伫咱的中间，甲上帝的中间的皮，这款的无知，这款的罪过，这款的软弱的时阵，这就是救恩的好消息啦！这就是救恩的好消息啦！上帝他不但不 care 我们的过去不完美跟软弱。上帝要亲自将这个病、这个牙看咱看袂起上帝阳光的物件，帮咱除去啊！
所以咱毋通只有看到十字架，咱毋通只有看到耶稣为着咱来死所留的宝血。咱爱看到的是，上帝为我们开了一扇门，这一扇大门就是要我们相信并且跟随主耶稣。透过主耶稣这扇门，我们要进入天国的宴席啊！咱要透过主耶稣来踏入上帝国啊！所以咱每一遍咧领受圣餐的时，每一遍咱伫遮摕着一块饼、这个杯的时，其实咱嘛爱宣告讲，咱会宣告讲，我们可以看见，因为上帝已经替咱甲迄个片、迄个布棚堵起啊！咱来宣告讲，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看见复活的荣耀，我们可以看见救赎的恩典啊！所以咧，有影弟姊妹，有影弟姊妹，咱大家通知，每一遍咱伫遮咧领圣餐，不只是感恩，不只是纪念、孝念十字架顶主耶稣为着咱所留的宝血。咱顶一道咧领圣餐的时阵，咱用着新约的启示录，甲咱讲着，被上帝要为着羊羔亲自来预备这个婚姻的宴席。所以新约的启示录迄段经文，甲咱今仔日的以赛亚所看到的经文，因是相互对应的啊，因是相互应的一段书、一段经文啊。所以咱要对十字架顶主耶稣所留的宝血这款的拯救。透过主耶稣，咱要进入一个关系，迄个关系就是咱要成做天父上帝的囝儿。这是一种家庭的关系，是一种亲子的关系，是一个父与子的关系啊！这款的关系就叫做家人，这款的关系就叫做家人啊！所以今仔日咱手中所摕这块饼，这个细到杯的葡萄汁。代表是咱遮受到上帝所邀请，互上帝叫着名、受着呼召的人，咱伫遮参与的行动，做伙宣告咧讲：我们不是走过错过的路人，我们是在荣耀当中与主耶稣同坐席的人啊！这是家人啊！所以不是因为咱有够好，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是因为我们是家人啊！所以每一遍咱若看迄个空空的十字架，咱看到的是国外主耶稣，咱就爱宣告讲，就亲像在咱所读到的经文第8节、第9节，咱爱宣告讲，死亡会被吞灭，眼泪要被擦去，罪要得赦免。所以看到今仔日的经文，咱应该做欢喜的才对。咱今仔日伫遮当受、当领受这个圣餐，咱爱真正欢喜快乐才对。阿们嘛。三个祈祷，阿爸，俾阮的上帝，阮感谢你透过得正肉身的主耶稣，互阮看去，互阮领受到你对阮美好的心意。每一遍阮咧领受这个杯甲饼的时阵，阮也求你，互阮不断，因为你的主爱甲荣耀来吸引阮。在这边献上阮的感恩。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继续三个来吟回应的诗，圣诗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阮，请起立。
请坐。这是咱要三甲来进行圣餐礼。伫圣餐礼进前，咱做伙献开圣诗95首，咱做伙来吟第1节甲第2节。我所敬听的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安尼对咱讲：恁囡仔着无陪当担的，着就群我，我要互恁安息。我就是活命的饼，就群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大，就群我的人我决断无气散。当咱领受圣餐的时，咱伫遮纪念主耶稣所设立的，咱嘛按照使徒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南北迄暝有摕饼祝谢来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我安尼盘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见若啉的时，着惊安尼来纪念我。所以，我所敬听兄弟姊妹啊。每一遍，虽然讲咱手所刻的是一块小小的饼，但是咱爱伫遮纪念主耶稣为着咱所拍破伊的身体。咱每一遍安尼食的时阵，咱就用安尼来纪念伊。每一个主内兄弟姊妹，既然你已经洗礼，邀请主耶稣来成做咱生命的主，加入教会。咱每一遍开这块饼的时阵，咱就用感恩的心来感谢咱主耶稣为着咱所做。当主耶稣甲咱讲，咱每一遍摕到这个饼，咱就用安尼来纪念伊。上好纪念主耶稣的行为，就是咱会当伫社会顶行出主耶稣的模样，为着主耶稣做见证。
若是有人还要摕到饼的，请举手，互咱的长老知影。倒手边上内底甲抑佫有几位兄弟还要摕到饼，所以有饼的长老请服侍咱上尾仔即排兄弟，所以还要摕到饼的请举手。真歹势，咱今仔日可能饼无啥够，所以若是无摕到饼的，有遐抑佫有嘿。这是一个好事。我好事就是讲，当咱的饼毋是准备无够，有可能是今仔领受圣餐的人较多，这真正是好事。所以当主要说，咱来讲，这是伊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用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佫盘杯讲：，这个会是为着咱所留的。每一遍咱摕这个杯，咱领受的时，就爱纪念伊。咱手中这个细杯，代表着主耶稣为着咱所留的宝血。伊愿意安尼做，是要邀请咱做伙进入天国，伫上帝国内面，透过伊，咱平平来成做上帝的囝儿。所以咱看到的不只是十字架顶的宝血，看到的不只是十字架顶的救赎，咱所看到的代表着咱是上帝的囝儿，我们都是家人。若是还未摕到杯的兄弟，请举手。
主耶稣讲，这是伊的会，嘛是伊为着咱所设新的约。每一遍咱啉的时阵，都用安尼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这是咱继续用圣诗95首第3节、第4节来回应咱的悲上帝。来看救主，他卡手，老主把会主啊有手，只有他主国的路。七天家应要被留，耶稣的要保佑你，在我主啊为高阿爸爸，阮的上帝，阮伫遮要献上阮的感谢，阮感谢道成肉身的主耶稣来正做阮的门，进入天国，进入属帝国的门。所以，搁一遍，阮伫遮纪念，阮也伫遮感恩，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这条要三个来奉献，请陈怡如执事甲徐兰执事来书献。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坐。这条我来报告教会消息。第一点，今日是本会第2季的圣餐主日。愿人带着感恩的心，做伙用领受圣餐的行动，有分地上帝国的宴谢。礼拜后，请兄弟老婆互相来请安。
交谊嘛，请大家到地下室来做伙享用爱餐。这礼拜爱餐，咱感谢这半少团结服侍。第二点，本会一年读一遍的读经活动，已经完成摩西五经的进度。真恭喜有对上进度的兄弟。这点牧师要来颁发这个。咱一年读一遍圣经的进度，已经对新约读到倒来甲旧约，旧约足无好读的摩西五经，咱嘛读了吼。所以伫遮咱要有一个仪式，鼓励咱有三甲伫遮咧读圣经的兄弟姊妹。因为我有讲过，因互我足佩服的，不只是读，有的人一边读搁一边抄，不只是读，有的人读了搁写读书心得报告，哦，真正足厉害。所以咱若无加入一年读一次圣经咧，你嘛会当搁对半中途加入无要紧，因为即款咱做伙读圣经，做伙有一个进度的时阵，大家伫遮互相鼓励，真正是足水的一项事。我继续来报告。第三点，5月第一礼拜的健康咨询关怀，要暂停一届吼。第四点，请有报名参加本礼拜六社宣组主办的亲子教育讲座的兄弟，请第一礼拜六早起时9点15分到地下室来报到。第5点，主日是母亲节的感恩联合礼拜。第一场的礼拜甲第二场礼拜要合并伫10点半来举行。教会会赠送咱每一位的母亲礼物一份吼。咱嘛要颁发这个主日学甲青少课的奖学金。团契消息，儿童主日学今日12点半要伫4楼召开这个主日学的会议。第二点，妇女团契要伫这礼拜六前往艋舺教会参加妇女的事工部举行的母亲节感恩礼拜。第三点，基教甲青年团契要伫这礼拜六下暗6点伫地下室举办。妈，我们聊一下母亲节联合聚会，请兄弟关心带到。第4点，感谢常年团契为着爱餐特别来奉献3万块，文主祝福。第5点，书记的联合短宣队要来招募队员吼，底选的期间是7月6号到12号。有意愿参加的，请直接甲牧师来报名。请牧师补充。而且补充报告一下，带你第一堂礼拜结束了的时阵，结束了哦，才发现着讲有一个新的姊妹来到咱教会中间，甲讲做歹势，无甲伊介绍到，无发现，所以无介绍到。伊讲无，我已经第2遍来啊，第2遍来哦，系啊，因为顶礼拜伊嘛有来，所以。牧师临时想当搁兼老花，所以问看卖一个，今仔日到第1遍来甲咱中间做礼拜兄弟姊妹无？来，这边才有3位吼，请孙师母介绍一下好啊。热烈的鼓声欢迎因！我估问一遍，真正无其他的人啊吗？唔通等下结束了，才去发现已经来2遍啊。OK， 咱若讲真正有看到边啊坐着有新来的朋友的话吼，嘛会使。你也无足确定的，你嘛会使甲咱的中职拍一个招呼一下。无就是想讲，太好诶，太好诶！今仔日有新的人来，结果讲无已经来2遍啊。安尼就较歹势。以上报告。
这时要来举行平安礼，三甲来吟圣诗527首第10，请起立。三甲来吟圣诗第398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被上帝赐福咱，佮保护咱；愿被上帝予伊的面的光照咱，佮施温予咱；愿被上帝欢喜的面看咱，赏赐咱众兄弟姊妹有永远的平安，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灭道必会。